最近有個教授話咧，廣東人食飯之前咁樣攞碗筷好核突喎。佢真係唔知廣東人嘅餐前禮儀啊，已經傳承咗2500幾年歷史啦。有一本書叫《禮記》，佢係記載咗戰國時期嘅一啲禮儀制度，其中有一個禮儀咧就叫做煨罐之禮。煨咧就係話將啲水喺高處咁樣淋落嚟，罐咧就話喺下邊洗手。嗱，餐前洗手呢個傳統咧係由南越王趙佗喺秦朝秦始皇嗰度帶過嚟廣東嘅，所以你會見到咧喺南越王博物館裏邊有兩樣古董，嗱，一個咧叫做銅儀，一個咧叫做銀洗。儀咧就話好似咁樣嘅一個嘢喺上邊係淋水嘅，咁啊銀洗咧就下邊接住洗手嘅嗰個盤。眨下眼嚟到清朝末年啊，廣州嘅海上貿易係最發達嘅，好多碼頭工人咧日又做夜又做啊，咁肚餓嗰陣咧佢哋就會去二哩館嗰度飲啖茶食個包。二哩館就係廣州最早嘅茶樓嚟㗎啦。因為廣州天氣潮濕，容易滋生微生物，所以啲體力勞動者食飯之前咧就會攞啲滾水淥一淥碗筷，消毒殺菌。第二個含義咧就係廣東人都要飲茶㗎嘛，咁啲第一泡茶咧係唔會飲嘅，咁啊倒咗佢就嘥，不如攞嚟啷下碗啦。50年代啊，紅線女同梁醒波喺香港拍嘅一出電影叫《從心所欲》，喺個飯台上邊咧就係一個叫做茶洗咁嘅嘢，就係專門俾人攞嚟啷碗嘅。咁啊，最經典嘅60年代嘅72家房客咧，裏邊都有一個茶洗嘅喎。所以廣東人啷碗嘅歷史咧，從清朝末年傳到而家咧，假假地都100幾年㗎啦。咁好嘅傳統點會核突啊？